砰一声，弄甲足大力，这台轿车完全失控，向前直直浪。这时是新北三甲八大国小放学的时间，结果造成15个人死伤，其中有2名女学生死亡。外界除了检讨高龄驾驶换照的议题，也针对学校周边的通学环境进行检视。这个路口就是长这样，完全没有任何行人友善的这个空间、通学环境的空间，全部都没有。台南市议员林依婷26号市政总质询提出，南区立新国小的通学路段只考到16分，不止分数上低，连总分也只有赢过新北市，考到31分而已。虽然教育局已经建议改善措施，持续建构学生安全通学环境，但执行的速度也是上过慢。光是看到这个东西就让人家无法接受。今天没有发生是万幸，如果发生了真的是不幸。发生的话怎么办？对啊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去处理。我们去年在总质询的时候就告诉教育局，我们要做这个标线型人行道，因为标线型是最没有争议的嘛，会刊完之后就可以直接画了。非常认同标线型人行道，真的很棒，看起来很清楚。所以我说你的执行率可不可以再高一点？就拜托教育局跟交通局，拜托你们。改善通学环境是市府重要的政策，今年已经争取11亿3000万的经费，改善97间学校的通学步道，增设标志、标线、号志等等，也依照学校现况需求来调整，给学生一条安全的道路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